衛斯理077大秘密第12部密謀奪取政權。這期間，不知道還有多少大秘密在，而這些堪稱為驚天大秘密的事，當然都記載在那12冊記錄之中。而我仔細讀過那12冊記錄，卻找不到有關事情的片言隻語。道理也很簡單，全叫鐵天陰司走了。我這才想起，鐵蛋在一聽到12天官，就整個人茫然地激動。我還未曾向他說鐵天陰的行為，而這時已不忘說，不然更會形成思緒的紊亂。至少我已知道鐵天陰這個時代青年會對老12天官有興趣，是由他父親那邊的關係，多半是鐵蛋在走後曾失言，向鐵天陰提起過12天官的事，後來證明確然如此。至於鐵天陰把12天官這個天大的秘密據為己有的用意何在，以及他此際去了何處，我仍然一無所知。我喝了一口酒，真了不起，這龍天官想做李世民，不過他打錯了算盤。第一，領袖不是李淵；第二，李世民一直南征北討，大唐的江山倒有一半是他打下來的。龍天官哪有這些功績，何以服眾？鐵蛋嘆了一聲，是啊，我勉力定神之後，也感到事態十分嚴重，所以便說了一些話。鐵蛋那時喉嚨像是有火在燒一樣，他啞着聲音問：可有酒？一個身形極高大的漢子哈哈一笑，山洞之中響起了轟然的回音，旁的沒有酒還能沒有嗎？他說着就走向山洞一角，鐵蛋看到那一角堆着不少竹筒，只見那漢子拿起一個來，向鐵蛋直拋了過來。竹筒帶着呼呼的勁風，向鐵蛋飛到，要不是鐵蛋也有兩下子，就怕會給那桶酒砸死。這個極高大的漢子，自然就是12天官中的牛天官，也就是和洪靈飲酒的那個牛天官的師傅，說是一天要喝10桶酒，活到了99歲的那個。我當時隨口說了一句老天官的事早已湮沒，作不得準，就引出了那一盒記錄來，才有了逐步揭露大秘密的這些過程。一切的開始只不過是隨便一句話。鐵蛋接住了竹筒，大口喝酒，一面搖頭。龍哥兒，現在不是封建王朝了，副位子成，這樣的事不是沒有，可是……他話還沒有講完，龍天官已沉聲道：我們主意已決，你不必多言。鐵蛋這時已從極度的震撼之中恢復了過來，一聽得龍天官這樣說，他又是好氣又是好笑，立即回答：你們決定了有什麼用？也要領袖肯才好。龍天官伸手直指鐵蛋，神態無禮之極，可以說除了領袖之外，還沒有人這樣對待過他。鐵蛋的心中自然不免大怒，想要發作。可是一轉念間，
想到對方是領袖的小兒子，自幼失散，要是再回到父親的身邊，必然大大得到父親的鍾愛，說不定會成為極有權勢的人，自己又何必得罪他？鐵蛋身在權勢之後，自然深知權力鬥爭的可怕和殘酷無情，所以他硬是忍了下來，沒有發作。而龍天官就指着鐵大將軍的鼻子發話：這就得靠你，靠你們這班大將了。要是你們個個都奉我當領袖，老頭子肯也得肯，不肯也得肯。若是說剛才鐵蛋一知道了龍天官的身份，猶如五雷轟頂，三魂七魄去了一半。那麼現在他一聽得龍天官這樣說，就是百雷轟頂，魂魄全無了。他才因為龍天官的無禮而臉漲得通紅，卻一下子在面上變得血色全無，全身冰涼。龍天官不但要對付他的兄弟，也要對付他的父親。他準備用10年的時間登上領袖的寶座。這是什麼樣的野心？而更可怕的是，他的這種野心很有實現的可能。龍天官對着完全驚呆了的鐵蛋嘻嘻冷笑：鐵將軍，你放心，我決不是扶不起的朽阿斗，也不像我那2個哥哥那樣的草包。只要你們肯站在我這一邊，10年8載，必能如願以償，到時也不會虧待你們。鐵蛋想說什麼，可是舌頭像是被凍僵了一樣，硬是一句話也講不出來。別說他當時蟹絕，那麼多年了，他向我敘述到這一段時，仍然舌頭像是打着結一樣，說話不是那麼流利。他說到這裏，又向我望來。我雖知這樣的事，結果沒有發生。龍天官的野心並沒有影響歷史，但是也不免聽得心驚肉跳。請注意，上面的句子看來沒有什麼不對，但是卻只有一半是對的，尤其是那句龍天官的野心並沒有影響歷史，充其量只對了一半而已。但那是要等好久之後才能理解的事。我知道鐵蛋望向我的意思，龍天官後來甚至沒有公開出現，只是在南家同眾中老，這當然是鐵蛋竭力抗爭的結果了。所以我點了點頭，你做得對，這種陰謀野心太可怕了，而且有可能實現，不必全體將領擁護他，只要有少數，譬如說以你鐵大將軍為首，有份量的一批，只要一鬧事，局面就會亂。而在那10年8載之中，以他特殊的地位和特別的才能，再加上12天官得心應手的恐怖手段，說到這裏，我感到龍天官的野心得到實現的計劃竟是大大增加，所以也不免感到了一股寒意。鐵蛋嘆息，當時我想誰來當領袖，對老百姓來說都是那麼一回事，但是想想，若是讓黑道中的亡命之徒見了也望風而逃，
處事手段如此兇狠的12天官當了領袖，那一定是差之極矣的一種情形了。至於後來領袖的作為，叫人想起可能12天官當任也不會如此之糟，那自然又是後話了。當時誰能料得到？我攤了攤手，你若是答應了他，榮華富貴可以更進一步，而且情勢也不容許你拒絕，你是怎麼應付的？鐵蛋忽然仰天長嘆，半晌不語。當時在火把光芒之下，龍天官侃侃而談，把他如何奪天下的計劃說出來。所以他看出去，仿佛又回到了初初打天下的時候，被敵方大軍重重包圍，可是領袖卻鎮定如恆，每起手叉着腰，來回踱步，談論天下大事，胸懷必勝之心。眼前的龍天官就完全是這種神態。可見他雖是大言炎炎，也還真有真材實料。鐵蛋當時就長嘆了一聲，龍天官暫定，疾聲道：我們計劃已久，我一口鄉談，學得怎樣？若不是為了使領袖對我父子親情不致有隔膜，誰去學那種鄉談？一直只是龍天官一個人在說話，別的11人只是陰森森地看着旁聽。這時，那長臉女人才忽然一聲冷笑，令人無法悚然。而她接下來說的話更叫人吃驚。她道：照我說，哪有那麼多麻煩，也不要10年8載。這就上京去解決了老頭子，由你假扮他，立時3刻就去登大寶座，誰也認不出你是假貨。這話更是匪夷所思之至，但也確然，實行起來更直截了當。因為龍天官扮起領袖來是如此惟妙惟肖，本就不易被人識破，而且就算有人心中起疑，又誰敢出聲？真要出聲，12天官的手段高強，高過血滴子100倍，要製造若干意外，易如反掌。再加上領袖的權威已經被抬到了神的位置上，他真要大諸功臣起來，金口一開，不知多少人前赴後繼，為他效忠。所以這時鐵蛋的驚駭又進入了更高的程度，但是他身經百戰，在槍林彈雨之中，連眉頭都不皺一下，這時卻心頭咚咚亂跳，要用手扶住了洞壁，才能站穩身子。他還未曾對那長臉女人的話作出反應，又一個有着水蛇腰、身形細長的女人失聲道：說得對，無毒不丈夫，量小非君子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哪有那麼拖拖拉拉的10年8載，人都等老了。看起來女性的心腸要是狠毒起來，比男性更甚。這兩個女人的話就狠辣之極。鐵蛋當時由於過度的震撼，雙手亂搖，牙齒上扣，竟至於說不出話來。另一個圓臉半身，看來十分和善相的女人笑了起來，看來鐵大將軍徒有虛名，膽子小得很。我們找他商量這樣的大事，
是不是找錯人了？鐵蛋一聽得那女人這樣說，不由自主發出了一下呻吟聲來。這女人說起話來軟綿綿地，像是十分溫和，可是說出來的話卻厲害之至。要是大家都認為是找錯人了，那麼被鐵蛋知道了這樣的大秘密大陰謀，就自然非殺他滅口不可。鐵蛋這時倒也未必是怕死，他怕的是他一死在這山洞之中，這大秘密就再沒有人知道，無法防禦對付，只怕陰謀會有變成了事實的一天。鐵蛋很是傳神地把當年事情發生時他的想法也一一說出。當我聽到陰謀會有變成事實的一天之際，心中陡然一動。本來聽鐵蛋的敘述已是驚心動魄之至，我不知道鐵蛋後來是如何應付過去的。需要說明的是，當鐵蛋把這一切秘密向我和盤托出之時，離當年事情發生時已過去了超過1/4世紀。在這1/4世紀之中，又發生了許多事，都已成了歷史。而這些歷史之中，包括了領袖忽然大失狀態，真正出現了極度混亂，而且毫不容情地放手誅殺功臣，天下大亂到了不可理喻的瘋狂程度。鐵大將軍也是這狂亂歷史的受害人，他能全身而退，還可以坐在輪椅上剪花喝酒，已是上上大吉了。多少功勳蓋世的將相，都在領袖的狂亂行為之中死得慘不堪言。不必等到後世，現代的歷史學家也都大惑不解，何以英明神武的領袖會有這種倒行逆施、令人難以置信的狂亂行為？那絕不是一個充滿了智慧的人所作所為，而只是一個暴戾乖張、絕不正常的人的行為。那使我想到，是不是真的陰謀已經成功？是不是作出狂亂行為的領袖已經不是真正的領袖，而是那個龍天官所假冒的？那場狂亂的結果是數以千萬計的人死於非命，而且遺下了再過一個世紀也恢復不了的傷害。是不是陰謀已實現了的結果？剎那之間，那段時間內的許多事都從記憶中湧了出來，確然大有可疑之處。我一面想，一面向鐵蛋望去，鐵蛋顯然知道我想問他什麼，他也神情迷惘，表示他也不知道，至少是他無法肯定。我又想到，陰謀是否實現，在12天官的記錄之中，必有記載，給鐵天陰取走了。鐵天陰要這個大秘密來幹什麼呢？疑問越來越多，全都像是倒在胸口一樣，令人極不舒服。我連喝了好幾口酒，才噓了一口氣。鐵蛋道：那兩個女子的毒計，當然令我驚上加驚，但是卻也激發了我的鬥志。我知道這12個人是一個極大的禍胎，必須消滅，絕不能留。一下定了這樣的決心，鐵蛋雖然知道自己的決定
領袖一定不會喜歡，但也必須這樣做。而且，看來領袖雖然知道自己失散的小兒子在12天官之中，但並不能肯定，要不然，也不會給他的指示那麼空泛了。他只需向領袖報告，說注意了那12個人，沒有什麼值得注意之處，就可以過關了。至於那大秘密，就一輩子藏在心中算了。接下來，他聽到的2個人對話，證明了他判斷是對的。一個將頭鼠目的人向龍天官道，老實說，老頭子沒念什麼父子之情，我們透露消息給他，說了你的下落，他就一點行動也沒有。龍天官沉吟了一下，只是透點消息，又沒有真憑實據，他自然不信。鐵蛋心中暗叫，不信才好。他判斷形勢，12天官中，主張龍天官去假冒領袖的居多，而龍天官還有點不敢視乎。於是，鐵蛋嘆了一聲，你阿姨在不久之前，還到江西去找你，不幸遇車禍喪生。龍哥兒，當領袖不是站出來讓指像就可以，多少國家大事要做，你一下子絕對替代不了。鐵蛋的話，不但動之以情，而且動之以理。在鐵蛋說了之後，各人都不言語，那幾個女天官只是盯着龍天官看，氣氛相當緊張。鐵蛋又道，要做一國之王，豈是簡單的事？若是一個差錯，掉下來，也就屍骨無存。要是常在領袖身邊，先得了領袖的信任，再花些功夫，熟悉了治國之道，又有了自己的勢力，將士聽令，那就水到渠成了。鐵蛋自己也料不到，事情到了危急的關頭，自己竟會有那麼好的口才，而他那樣說法，等於是同意了龍天官開始提出來的那個計劃了。他心跳劇烈，龍天官來回踱了幾步，緩緩點頭。鐵蛋雖然知道事情不是就此了結，可是還是大大鬆了一口氣。龍天官一面點頭，一面道：這正是我們原來的計劃。鐵將軍、掌權手重將軍，你可要多出點力，使我能在最短時期之內掌到軍權。鐵蛋故作沉吟，緩緩點頭。軍中很重之力，可以這樣，我把你們12人的名字做一份報告，說這次任務多虧了你們陣前起義，又憑藉你們的軍事天才，為國家立了大功。龍哥兒，你是領袖的兒子，就算破格提升，也不算是什麼。這一番話出口，12天官陰森的臉上，也居然各自有了起色。試想想，在這個山洞中訂下的陰謀，竟可以使他們竊據全國，這足以令任何人心動了。鐵蛋見到這種情形，知道12天官正處於權力欲分心的情況之下，不論什麼人，在這種情形下，總是最容易受騙的，總是一廂情願，什麼事都向最好的方向去想。
所以鐵蛋索性做戲做到十足。他又道，就算有人不服，反正時間長，可以逐一用各種方法剷除，反倒可以看出誰是不服的，誰是忠的。龍天官受了鐵蛋的話鼓舞，神情更是興奮，用力一揮手，首先要剷除北京的那兩個，揚州的那一個。龍天官這句話一出口，鐵蛋就怔了一怔。北京的那兩個，指的自然是這天官的兩個哥哥。古今中外，若是要爭奪帝位，必然先殺同樣也有承繼權的兄弟，這是萬古不易的治理。別看中國是禮儀之邦，歷代的龍子龍孫也很懂得剷除兄弟之道。可是揚州的那一個又是什麼意思呢？鐵蛋在一轉念之間，心頭又怦怦亂跳了起來。揚州的那一個和北京的兩個相提並論，可知地位也是一樣的。那就是有一個可能了，領就另一個失蹤的兒子。龍天官知道是在揚州，鐵蛋實在想問個明白，可是又不知道該如何問才好。我一聽到他講到這裏，就失聲叫不能問。我也不由自主，緊張得喘氣，一問就要遭，這是大秘密中的大秘密。鐵蛋氣息急促，我沒有問，沒有問。當時鐵蛋沒有問，好幾個天官都向龍天官使眼色，示意他剛才說漏了口。龍天官卻大是得意忘形，揚聲道：既然和鐵將軍共事，自然不應該有事瞞他。鐵將軍，你剛才聽到了什麼？鐵蛋是何等樣人，豈會沒有經驗？他不動聲色，聽到了什麼？什麼也沒有聽到啊！龍天官走向前去，在鐵蛋的肩頭上重重拍了一下，答得好。鐵將軍，將來的榮華富貴，除了我們，就輪到是你了。鐵蛋這時已經完全鎮定了下來，他心中暗嘆了一聲，因為他看出這個龍天官是個自大才疏之輩，而且在草莽中久了，匪氣極重。若真是登上了領袖的位置，哪有半分體統在？他當然不露半分真情，搓着手，裝出很是熱衷的神情。你們在這裏等我，我找人來接你們。你們不能出現得太突兀，換上軍裝，先在我司令部委屈一些日子，我再專程帶你們上京去。龍天官不滿，為什麼不先向領袖報告？鐵蛋這次說的倒是實話，你們不知道領袖的性格。我接受任務的時候，他把自己如何和領袖對話，領袖後來又和雷九天的談話，都說了一遍。這些全是事實，自然毫無破綻。他的結論是，領袖顯然不欲張揚，我們這裏先報告上去，他就有可能置之不理。不如出其不意，一起上京，出現在他的面前，他只要一見龍哥兒，如同照鏡子一樣，自然父子相認，順理成章，再無波折了。
這一番話，令得桀不馴的12天官也連連點頭，可知鐵蛋的大將之才，也不是吹牛的。鐵蛋吸了一口氣，這裏多半崎嶇隱秘，不好尋找，不如我們同到一處軍隊容易到達的所在，你們等候我帶部隊前來。鐵蛋在說到這裏的時候，補充道：當時我心中緊張之至，打了一輩子仗，沒有那麼緊張過。要是他們一起不肯讓我獨自離開，那就糟了。我已約略可以猜到接下來發生了一些什麼事。我道：兵行險着，你這一着，險到了極點。我想他們相信你，主要是為了想不到你膽敢欺騙領袖。鐵蛋接口，也想不到我竟然會放着那麼大的功勞不要，他們都是盜賊，怎麼也想不到會有人以國家前途為重，個人利益為次。他最後兩句話帶有賣狗皮膏藥，我沒有和他爭，只是看了他一會，他有點不好意思，嘆了一聲，若是讓12天官陰謀得逞，必然更糟。我悶哼一聲，不予置評。當下，他們離開山洞下山去，鐵蛋看到那山洞處於一個懸崖之上，直上直下，根本沒有山路。想起剛才他竟是由牛天官背了上來的，不禁咋舌。這時是事情的緊要關頭，所以他又把12天官的戰功大大誇獎了一番，又道：領袖特地派雷九天帶了一些武術高手來，也是為了你們，可見他不是不重視你們透露的訊息。12天官想是以為收服了這位鐵大將軍，計劃已跨出了第一步，所以很是興奮。到了山腳下，已是天色微明時分，那3輛吉普車還在。鐵蛋道：日落之前就可以來到，你們在這裏等候。他看到那山腳下的一小片平地，只有一條崎嶇的路可以通出去，堵死了那條路，全是峭壁，插翅雞飛，是殲滅敵人最好機會，那又令得他心頭一陣狂跳。龍天官在他登上車子之前，還約略向他指點了他司令部所在的方向。這一點，鐵蛋倒不需要指點，作為剿滅戰的司令，他對這一帶的地形研究有數，十分熟悉。我想12天官放心鐵蛋離去的另一個原因，是他們12人有奇怪的規矩，行動必須一致之故。不然，派出幾個人來跟住鐵蛋，事情就不相同了。